受安平城金小姐伫咧等这个动落声，若现代安平港有阴阳海景致，巷内这海水拢是空色，引起民众起犹疑，敢讲是工厂倒排垃圾水污染着规个环境。环保局嘛特别出来解说，讲原来就是港区海草一个生伤过济，才会引起到海水的色水全个无共款，这是天然的情形，毋是环境污染。另外，中华的盐埔乡要落大雨进前，乡乡对流有够旺，规个变做鹰野红背山。若好运的人讲会当看到这个景致，大家拢看甲嘴啊开。空翕机啊，豆豆飞去哩安平港的顶悬，不过奇怪，海水的色水哪会差遮济？港区外是水青色的，若港区内哪是乌倒褐色的？安平港出现这个阴阳海的奇景，嘛，互民众犹豫讲，是毋是环境受到污染？安平工业区那边的水，好，然后安平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过的水，还有我们有非常多的船舶，他们的一些废水有可能也都直接这样排下来，所以所有的总和就是我们看到的黑色。面对这个民众的犹疑，环保局嘛派人来采样稽查，确认讲港区内水质真正清，并无污染的现象。这个海水看到会较深色，是因为海青池生炭较侪造成的色差，这是伫热天常常看到的自然现象。下雨的话，市区的会有大量的算雨水，然后经过雨水道排入运河，顺带的把水中的一些底泥把一般带出去，所以它颜色看起来更加明显的，属于暗色系。加上最近天气比较炎热，会导致水中一些藻类的增生。另外，屏东的盐埔乡伫个落大雨进前，嘛，互民众翕到这个风杯沙安尼一直滚下来的现象。太恐怖了吧！这什么东西？高嘟嘟的风杯沙对山骹安尼豆豆啊撑起来，伫个短短1分钟内，阴天坎地安尼蓬蓬涌。沙尘暴。这种风杯沙安尼硬硬飞的状况，真有可能是大雨要来的起爆头。再来地区溪沙堡的沙去架起来，伫遮嘛呼吁民众讲，若是拄到风杯沙，爱会记得速度放较慢的，才袂讲看袂清楚来引起交通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